湖南大舞台够狠你就来。众所周知，湖南人吃的苦，耐得烦，霸得蛮。而湖南省就更厉害了，随便一个领域都是现象级的。说美食，是不是立马就想到了开遍全国的湘菜馆以及臭豆腐？说美景，人间仙境张家界，反正阿凡达、西游记都跑这儿来取景。说娱乐，芒果台大家都不陌生吧？